高雄的基顶是出名的观光景点，真侪游客拢会去坐电动四轮车来咧骑。不过，常常都有游客违规乌白骑，造成当地居民真困扰。所以，里长就向市府来争取，伫巷仔口设置禁骑电动四轮车的标志，改善当地交通甲居民的生活。来到基顶，真侪观光客会坐电动四轮车来踅基顶街路看风景。不过即马若是骑到巷仔口，就当看到即块红色的警示牌啊，顶悬是写讲电动三轮四轮车袂当入来。因为过去有游客无照规定骑伫规定的车路，甚至阁有电动车冲入去骑家厝内，挨着车的状况，影响到居民的生活。里长表示讲，自从设告示牌啊，事故是降低到成。游客无照这路线行，你就是你爱受罚钱，第二就是车无收的话，你要赔偿车，这个业者的损失，会当讲已经减2%差不多拢罚。这12地警告的牌啊，就插伫常常发生意外路口，是当地3个里的里长做伙争取的。基顶分驻所也统计，去年当地电动三轮四轮车就发生5件车祸，今年嘛有2件。在地居民也认为，业者爱加强宣传才有效。实际问到电动车业者，因拢会用地图向游客说明倒位通骑，若无互警察抓到，就会开单。动脚踏车那一种，有时候那种爆冲力会比较那个，有时候巷子也会有小朋友，对，是会比较危险一点，是没有错啊。如果说你去骑当地居民的路线，可能警察会开你罚单，所以这些你要尽量避免。80%以上的听，对啊，还是会有不听的也有。基顶分驻长开出12张的罚单，嘛提醒民众伫基顶骑电动车爱伫规定的路线甲时间，若无会罚300到400块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